后来，这是台中大理运动公园地下2楼的停车场，讲淹水淹得要半个车轮悬。议员质疑，这个抽水机啊明明有咧运作，而且运动公园的边啊还有大排水沟，哪会淹水咧？停管处讲会赶紧查出原因，做改善。 停车场淹敢若像水池啊同款，涉水的深度甚至来到半脸啊才悬，汽车的板把也拢浸水。现场可以当听到抽水机的声音，也毋过停车场内底水看起来拢无啥体。这个淹水的停车场，就伫台中市大理运动公园地下室的2楼。这几天台中上大雨。 早伫这座停车场内底汽机车拢浸水，现场的排水坑就亲像喷砂同款，水一直喷出来。哦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扯的啦。有技师接到通知，等来停车场要刷车，加在水无淹过沿东讲，车也搁发力叮当，是讲水也未退，技师的双脚拢浸水，敢会当倒啊徛。之前有遇过，第一次遇到。淹水次数不多啊，但是就是它那个排水那个好像都一直没办法解决啊。有议员质疑，停车场的附近都是大排水沟啊，现场有抽水机，室内太过淹水。尽管就没有收钱，你就是要给人家安全的地方哦。啊，为什么这里会淹水？不要忘记了，隔壁就是我们的中心大排啊，这里没有淹水的道理啦。我们污水坑抽出来的水会流向侧沟，是不是昨天那个侧沟的水基本上有一定水位，导致水排不出去？停车场内底排水坑倒灌，水一直溢出来，这敢若就是造成这个淹水的原因。停管处强调，已经启动抽水机，施工线也是水沟啊未通，拢会做回调查，再个做改善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